大家好，我係重點先生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中產人士點樣準備退休。如果你係一個中產人士，你會好明白，辛辛苦苦做咗幾十年，唔係想發達，只係想安享晚年。最驚嘅就係人未死，啲錢就用晒。中產人士通常有一個特徵，第一層自住樓宇已經供完或者供得七七八八，呢個物業唔會賣，因為佢唔單止係資產，仲係安全感同安樂窩。今日我哋講下近年好多人討論嘅養老方法，逆按揭，又叫安老按揭。簡單講，就係你將自住樓抵押俾銀行，銀行每個月派長糧俾你，你同屋企人仲可以繼續住喺間屋，唔使搬走。好似以房養老，將磚頭變成現金流。就咁聽落好似好好，其實呢個操作都有好多嘢需要考慮。利息同費用，安老按揭同普通按揭一樣要計利息，仲有保險、法律費。資產縮水，層樓嘅價值會逐步被銀行食走，留俾子女嘅遺產會少咗。最怕嘅係樓市波動，如果樓市跌，物業估值可能唔夠支持原本嘅長糧。失去彈性，做咗逆按揭之後，基本上唔可以再賣樓或者轉按。福利政策，逆按揭收入會唔會影響申請某啲政府津貼？要跟當時政府決策規定。我喺呢度整理咗一啲重點，同大家一齊分享。建議大家先計清楚退休開支，水電煤、醫療、旅行，比較其他選項，年金保險、定期存款、基金。你一定要接受專業輔導同法律意見，唔好心急簽約。同屋企人傾清楚，避免日後爭拗。逆按揭唔係陷阱，但係一個借貸安排，適合真係需要穩定現金流，又唔介意資產縮水嘅退休人士。中產要諗清楚，你要嘅係保值安樂窩定長糧？如果你想知更多退休理財方法，記住訂閱我哋頻道，一齊學識點樣穩陣退休。下次見，下次一齊再講重點。